大家好，大家會唔會喺日常生活裏邊都會遇到有呢個手痛呢個情況啊？咁啊，好多時可能拎重嘢拎得多啦，又或者可能打電腦啊、打字啊、捉住個 mouse 啊耐得滯咧，咁可能會有呢個手腕痛嘅情況。咁我亦都有啲客人咧，佢有呢個腕管綜合症，咁佢會有手痛啊，有啲甚至有啲麻痹嘅。咁我哋緊乃光邊石嘅手鏈咧，佢因為有個遠紅外線，我哋亦都經過廠商會嘅認證咧，佢個遠紅外線平均發放率係可以去到95%咁高嘅。咁通常一般人有手腕痛嘅人咧，佢唔嚴重嘅人，佢平日戴住喺個手度咧，佢已經可以慢慢日子有功咧，佢會舒緩到佢嘅痛楚嘅。咁嚴重嘅朋友，我而家教大家一個方法，其實可以戴條邊石手鏈咧。如果你遇到手腕痛咧，你可以將條邊石手鏈慢慢來回按摩自己手腕嘅地方，最好全部位置360度都捽下去，來回咁去按摩摩擦，因為摩擦能夠產生一個超聲波脈衝，咁可以震動佢裏邊咧，等佢舒筋活絡。咁而且我哋嘅邊石嘅遠紅外線個發放率又咁高咧，咁兩者加埋咧，對舒緩痛楚係好有用嘅。咁如果遇到冬天咧，你可以將邊石手鏈咧浸咗熱溫水，暖暖地啊，然後先再戴喺手度，然後再摩擦下去，咁啊，平日可以有舒緩手腕痛嘅作用。